尼比利过路港落大水后，12运动台公车和土石流抢走，有3名将跳车，至少65个人失踪。伫个奈及利亚有一间学校倒去，有至少120个老师甲学生掉伫个内底。警消即阵已经找到22个遗体。救援人员伫河边继续找找，和土石流冲入河内的公车乘客。连日大雨造成尼泊尔山区土石松动，在离位置首都加德满都西方120公里所在的公路上，突然冲来土石流，将2台公车冲入河内，2车至少有65名乘客坠河，目前有缘下落不明。伫公车坠河进前，3名乘客紧急跳车，一路修到岸边互救起来。想起土石流来袭迄当时，有缘是心惊。Habis tak pong ke nak panik katanya. Panik kita karena kiri-kiri. Katanya ke dulu saya ke perjalanan. Awal kita paham lagi. Awal ke mana? Kau आदमी था. वो मतलब 3 आदमी बचे. हम 5 आदमी रहे हम 4 खत्म हो गए. 警方表示，2台巴士乘客人数有95个人，也毋过检判实际人数可能更较侪。当地消防单位派出大批人员投入救援，因为山区继续落雨，河面水势真急，加上土石流破坏连环道路，大批车辆塌着，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尼泊尔为6月开始进行雨季，到达各地已经传出几啊件因为上大雨引起土石流加水患的死伤灾害。伫非洲奈及利亚中北部高原省的圣道学院，昨日传出一栋2层楼的校舍突然倒去，因为当咧上课的时间，达到120名的师生掉伫庄仔厝下来。伫奥托基甲大型机区到进前，赶来支援的警消甲民众用简单的工具开始学，已经发现几啊具的遗体。There was a lot of students trapped inside. Some have been rescued and taken to the hospital, and many more are still there. And that's why you can see the excavators and everything working. 当地行政机关指出，校舍因为挖河边加上建筑结构脆弱，可能是造成灾害的原因。呼吁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学校应该暂时关起来，加强校舍检测。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